向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8个确定病例，其中有6个是境外病例，另外2个是当地追查感染源的本土病例。一个是华航的机师，一个是华航的空服员。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个机师伫4月2日要做过预防射，可能是还未产生保护力，才去围着。 华航机师感染的事件是愈来愈严重。指挥中心阁公布2例感染源，阁伫调查的确诊病例。暗号1153是台湾籍30多岁的机师，4月16至18捌飞去美国，返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到4月21，检疫期满采检结果是阴性。25做机师专案采检，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5月初1有发烧、咳嗽、流鼻水的症状，去互医生看采检了后确诊。 也若暗号1154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是这波感染头一个确诊的空服员。4月22至25捌接勤飞去美国，返来台湾了后，伫防疫旅馆检疫到28，基本进前采检的结果是阴性。29暗时因为落雨地清空的计划，去集中检疫所检疫，30做采检，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5月初2开始昏眩感觉烘烘、头壳戆、胃疼等等的症状，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嘛证实。 这个新增加确诊的技术有做过第1档的 AZ 疫苗。它在接种的时间还不足，所以产生足够的保护力。那根据英国的研究，在接种后12天，那它才足以产生这个保护力，那降低它的感染的几率。到目前为止，华航落雨地这波疫情已经累计有28个人确诊，其中暗号1145，也就是落雨地饭店的外包商做水电的，伊并无甲机组员接触。 刚才有去饭店 B1 的员工餐厅吃饭尔。我们有专家去现场评估的时候，发现说 B1 这边的走道工作空间都是比较狭窄哈，那通风换气是比较不好哈。事实上，没有到这个厨房或餐厅就已经在外面就可以闻到一些油烟味。另外，国内阁新增加6个带病入境新冠肺炎的病例，是为印尼、泰国、印度也有菲律宾入境的。 因拢有一飞行机进前3天内检验阴性的报告，其中暗号1148是台湾籍60多岁的男性，去年12月份去印度办公，伫工作的期间接触到确诊的个案。4月24的时阵出现人肾豆豆真虚弱的症状，5月初1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并无症状。5月初2因为鼻无芳草，去医生看采检了后确诊。暗号1151是印度籍20多岁的男性，4月16来台湾读册，入境了后由学校这边安排住宿做检疫。 5月初3检疫期满做采检确诊，不是第一位了哈，从印度前来。那我们从就是今天凌晨起哈，那印度进来的国人都要进到集中检疫所，但我们会这一部分我们会加强的注意。即马国内新冠疫情是愈来愈热烈，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到5月17，台北、新北、桃园地区的病院，也有长照机构停止探病探视，也若陪病的人是限制1个人。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推广这波疫情，社区的警戒都要到5月17。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公布华航的机师甲空服员活动的行踪，包括台北市上山区一间酒吧甲一间餐厅，另外伫罗富德饭店去围着的水电外包商，伊是捌去过新北市泸州一间饮料店甲一间便当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确诊者的行动范围，按1153华航的机师4月29号透早天未光的时阵，是甲按1154的空服员来到台北市松山区的飞镖运动酒吧。4月29号暗时是来到台北市松山区的一间餐厅来用餐。飞镖运动酒吧的厝边就透露，伫指挥中心公布消息之前，都已经有卫生单位来到这酒吧外口来做消毒。大概10点吧。 就是有环保局的，就是有3个人在那边消毒，然后他们还有拍照。这间飞镖运动酒吧的业者嘛，伫接到防疫单位的通知了后，调出迄一天监视器的画面，要来协助后续的防疫。业者讲啊，这确诊的技术啊，个空服员，甲其他人客算讲无坐伤近，有坐较远一点嘛。他们那天客人其实不多，然后他们旁边的座位也没有人，2个人自己在自己的座位上聊天，所以并没有跟其他人接触到。另外，华航机师伫29号暗时来去食的这餐厅嘛是同款无咧营业，等待防疫单位进一步通知。这餐厅头家直接讲啊，有听过店员咧讲，这卫生单位已经伫前一天来做消毒。他有打电话来问一下，说这个是有问里面小姐说有没有来这个，后来他们2边有通电话，是确定是有的，知道是华航的。
同款嘛，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名确诊个案145诺富特饭店外包厢水电工的行动范围，4月26号加29号暗时来到新北市蘆洲的黄爵饮料店，29号中昼是到新北市蘆洲的吉野烘肉饭餐厅。这间餐厅伫下晡接到消息了，都甲铁门留落来。晚上的量还有啊？大概要偌济啊？哦。免讲啊啦，料我这的料的料啊，健康比较要紧啊，那个钱以后再赚就有了啦。餐厅虽然真无奈，不过也是主动来配合防疫，停止营业。指挥中心嘛，呼吁同一时间处理这场合的民众，要来注意提悬警觉，自主健康管理。到5月13号，记者张志雄、张良雄、王德新台北新北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大安区拜暗有义消伫一间餐厅举办交接典礼。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仁等一寡头人拢有去参加。结果有嫌犯去餐厅也上请者加抓。警方表示，嫌犯有5个人，初步判断讲应该是甲这间餐厅的头家有纠纷。2个查甫人冲入去餐厅，直接甲手内底关的2大袋的假抓，倒伫柜台甲涂骹规清者的假抓就四下走，场面真混乱，而嫌犯赶紧骑车逃走。除了这2个嫌犯以外，警方也掌握到另外2名共犯在场专程录影倒看，也有1个人开车来接应。涉案的人4男1女，总共是5个人。我们发现犯嫌在逃离餐厅以后，那有不同的逃逸路线，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虽然最后可能有汇合，但是不断的在双北市逃窜。接应的车陆续载着嫌犯开始在双北罪行政区四界走，开到北道时阵也一度并排违停，互警方查落，却是因为通报时间的落差，无当场抓到人。而事发在初3暗时，台北市中山区的这间餐厅大安区奥良义警中队同时正伫举行交接的典礼，双北警察局长陈家昌甲黄宗仁拢来参加，作为立委甲议员也受邀请出席，所以犯案动机特别引起外界注意。跟餐厅的纠纷比较有可能性，跟当时在餐厅内宴会的团体可能性较低，因为他们是在餐厅的柜台泼洒蟑螂，并没有进到宴会厅的相关的包厢里面去。警界连续爆发上3分钟穿乌衫的人讲电脑事件，甲北投调解邮件的特权经济风波，敏感时间点，然后外界联想，是毋是甲这摆事件有关联？而警方是讲无排除有任何的可能，不过对这摆事件，苏贞昌甲陈家昌拢严厉谴责。还有黑道丢蟑螂到餐厅，不论他是对警察或者是对餐厅，都绝不容忍。我想这个手法跟那个剥漆的或者这个剥粪一样都是一种暴力的行为我们严厉的谴责。警方也强调，不排除涉案的人有帮派背景，专案向恐吓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方面通过云会较高，各地头拢会落雨。咱来看云图。受今年头一波黄酸雨方面通过影响，今仔日伫北部、宜兰、花莲会转凉，各地头拢有低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中伫马祖东半部雨会较粗。目前大规模雷公雨对流包挖进北台湾，所以气象局已经赶紧对湘北市、基隆市这3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当地乡亲爱细致雷公雨甲强阵风。另外方面，罗南的过程中，沿海甲外岛的乡亲嘛爱细致。也毋过这波方面走真紧，伫下暗就会离开。明仔载天气佫会恢复稳定，只有东半部，也佫有过道了后，各地头的山区会落地渐阵雨。明仔载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高温有30度以上。今年头一波黄酸雨方面，今仔日到位，也毋过速度真紧，影响的时间嘛无长。明仔载就会恢复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一直到拜六礼拜才有第2波黄酸雨方面的到位。虽然说2波方面，也毋过气象专家是表示讲雨水无介济，所以要解决咱的可汗，爱等到5月20月。这礼拜有2波移动性的锋面接近台湾，全台拢有落雨机会。今年第1波黄酸雨方面会伫礼拜3报道。气象局指出，除了马祖地区雨势较大，东半部地区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以外，其他各地雨量未伤过济，对国内之前帮助不大。锋面影响，
大部分区会有一些下雨的几率，但是就以雨量来看，除了马祖地区可能会有雷雨，雨势比较大以外，明天在东半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而其他各地的雨量看起来并不会太多，而且星期三这道锋面在星期四、星期五就离开了。第一波方面会真紧通过台湾，影响时间无长，各地大部分都会恢复10分到好天的天气。所以这礼拜六、礼拜日会有第二波黄山雨方面报道，不过结果同款无讲真好。假使想要黄山雨季大规模落雨解决国内欠水问题，至少要等5月20了后。这2波的锋面过去之后，其实整个台湾周边的环境都还看不到整个梅雨环境建立的一个条件，所以至少可能还是要等到这个5月20号之后，因为5月的下旬，整个环境才会慢慢的有利于梅雨锋面的建立。在这方面一波一波的影响之下，气象局提醒金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者是雾影响到能见度，恒春半岛甲东北角沿海空旷地区有较强的阵风，海边活动都要加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8月1日要举行海草打公投，剩3个多月时间。行政院已经提出第3天然气接收站起向外海方案。将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表示，新方案会使兼顾能源转型，保护海草打的生态，所以伊表示支持。严格发起保护海草打公投的环保团体，也是坚持爱另外找所在起，因才有法度接受。所以目前环保团体伫海草打公投这个议题顶头意见无同。来看《中国时报》，大巨蛋按算伫今年底会完工，因为无下建筑技术规则127条，所以未来袂使举办演唱会。不过有台北市议员即马是批评讲，台北市政府用内政部的解说函替婉向解套，讲只要通过申请、通过审核，嘛是会使办演唱会，等于是开后尾门。来看联合报，国发会调查发现讲，未来3档保险业上欠人，平均当年需要新增加14000个员工。第2是智慧机械产业，不过若是对需求量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来看，上届欠人的是 AI 人工智慧应用人才，等于是企业即马上欠数位人才，效率是以大专为主。来关心最近华航的机师甲机场的防疫旅馆发生群组感染，有抓到几人的感染者伫治病也唔知影治病进前四界拍走，大部分的行踪拢是伫双北市甲桃园。疫情指挥中心昨是宣布讲，双北市甲桃园的病院长照中心对即马开始到5月17，禁止民众去探病去探视，若是要做陪食，限定1个人尔。华航的机师甲落雨地互相相会确诊者继续增加，其中几名确诊者传染期活动卡列拢伫台北、新北、桃园。予指挥中心决定，台北、新北甲桃园市1日起到17为止，下来各病院甲长照机构拢禁止探病甲探视，陪同看病也限制只有1个人。这段时间，我们也提醒在医疗机构的各个医师们，如果对看诊者呢，要加强对他这个 TOCC 的这个旅游史、职业史等等的一个探寻来就是说来找出这个是不是社区中可能的这个被确诊的个案。病院表示会全力配合，并且请医师来提高警觉。伫台北、新北、桃园各大病院门口下晡要陆续搭着管制广告。随着疫情继续上升，为了保障自身甲厝内底人安全，民众大部分愿意配合。不过也有民众烦恼，影响陪伴厝内底人最后的时间。如果老人家太老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困扰，但是觉得也是疫情需要的，对，还是会配合。我妈妈可能剩下这2天就要离世了这样。如果你不让我进来，我就跟你拼了这样。妈妈如果真的断气了，你不可能说这个儿子要来，那个儿子不能来，不行啊。指挥中心表示，虽然禁止探病探视，不过有几啊种的状况用例外，像是急诊、家护，也是安宁病房这特殊的单位，因应病人的病情用例外开放探病。另外，若是病人要做手术，也是侵入性的治疗，必须有家属陪同，也是签署文件用例外，民众唔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那泰国这阵第3批疫情继续在烧，最近有一个50多岁伫泰国的大兄，向泰国通报讲伊确诊，不过泰国迄边煞找无人，才发现讲伊是偷偷坐飞机走倒来咱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证实讲，这个大兄摕假的体检阴性的证明，一个人的自私造成众人的惊吓，实在真超过。
这个带病入境确诊的个案，案号1149，是一个姓沈50外岁泰国的大商，去互驻泰国代表处伫人面册铺文写伊是确诊逃走的大商。泰国当地卫生局通报确诊煞找无人，这个大商煞已经坐飞机转来台湾。经过调查，指挥官陈时中证实，这个大商登记前3天来阴性的证明是假。知道回来要有3天的阴性检验报告，不管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他持的那个阴性检验报告。它是等于是一个伪造的，航空公司的机组员对这事情也非常的不满。指挥中心指出，泰国北柳府卫生局5月7日已经通报这个大商确诊新冠肺炎，不过这个大商煞无看人失去联络。隔当天5月7日出现伫机场，而且摕3天来阴性证明的报告，顺利搭中央航空 BR212班机转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因为发烧，伫机场去互查落来，迄天随行隔离住院治疗。有泰国的大商讲，伫当地要摕到伪造的阴性证明，只要付钱就有当摕，并无困难。也有可能找他比较熟的医生医院比较松啦，泰国很容易啊，不是那么困难的啦，有钱都好办事啊。摕伪造阴性证明坐飞机的代志，引起中央航空机组员的不满。批评这种的行为实在是伤过自私，加上即马逐天差不多拢有几例境外移入的个案，空服员逐天上班是拢爱真尽心。而且泰国的疫情愈来愈吃力，已经进入第3波的疫情，测试上新过日确诊的人数超过1700个人。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的个案已经超过72700个人。เราใช้ชีวิตหวาดระแวงค่ะแล้วก็มันไม่ปลอดภัย 100% คือทุกคนต้องดูแลตัวเองแต่มันก็ยังไม่มั่นใจใ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ของรัฐค่ะ航空公司的人员表示，摕阴性证明的文件坐飞机，伫登机到位座位的时阵，地勤人员伫柜台就先检查文件是真是假，空服员是无法度知影的。大商嘛讲，若是泰国当地有病院配合开证明，根本就无法度预防。目前敢若会当呼吁泰国政府加早裁罚。也若这个大商会以无阴性证明违法入境来做裁罚，另外涉及伪造文书、暗砍疫情的部分，会伫调查了后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5400万例，死亡人数有32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153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目前伫日本是超过6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300万例，印度超过20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3万例，伫法国超过574万例。镜头来印度即马已经是真热力，一天内增加35万的人确诊，另外阁有3000多人死亡。印度即马欠上诉、欠病床、欠医护人员，但要可排医护人员即马嘛国不中爱先去第一线做工课，对抗病毒。特殊编列的送诉特快车驶去疫情重灾区，顶面载是一台一台送诉的主车，内底装付医疗用液态送诉，救命工作是爱赶紧。印度疫情严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新的统计，确诊已经证实超过2000万例，22万2000多人过身。过去24小时新增加超过35万确诊，3000多人过身。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真侪专家怀疑是不是情形恐惊更较害，因为病人短时间内增加真侪，医疗系统崩盘，餐费药物加上诉严重不够，真侪病人今年排到长乐路等待治疗。有当地媒体报道，一寡病院因为缺少上诉造成病人死亡。新德里教科一间时刻教表示，教导免费提供上诉管啊，给病人帮助因找回一丝丝生存的希望。बंदा ऑक्सीजन के बिना नहीं मरना चाहिए। ऑक्सीजन बड़ी छोटी सी चीज़ होती है जो आज बहुत बड़ी लोगों के लिए समझ लो एक भगवान या एक समझ लो कि अवतार है कि ऑक्सीजन मिल जाएगी तो बंदा बच जाएगा। 新德里车衫启用第一座制造上诉的工厂，搁伫附近打造照护中心，一摆营收至差不多20名病人，逐工用制造1500公升的上诉，因为医护人员共款严重不够。印度车衫然后是不是医生甲护士的证照考试，互直接用上场来救援。If there is any help that we can get from the West or from any other countries, is not just oxygen. It is like any major disaster. What happens in a major disaster, an earthquake?
teams of doctors, nurses, hospital beds come in and they build up a hospital from scratch quickly, like a major. So that is what has to happen. 世卫组织印度代表奥弗林表示，印度这摆疫情主要原因是因为自月解封了后无遵守防疫措施，让病毒有机会滚假。同时也讲，虽然发现更加的传染的变种病毒，目前主要流行也是原本的病毒株。公司新闻因后如编辑。镜头来香港，一半个月，香港出现3例找无感染源变种病毒的案例。上新最近的一例是4月初4，对印度去香港的负责人，伊伫饭店隔离21天，验无病毒，可以转去因兜。验过5月初2的时煞确诊，即马因兜一规栋大楼拢爱撤离送去隔离。印度疫情甲变种病毒继续拖到国际，香港新增加一名变种病毒确诊案例，是4月初4对印度坐飞机到香港的家庭主妇，伊在饭店进行21天隔离检疫，2摆检测拢毋是阳性，有是4月25转去厝的，5月初2到病院检测确诊，已经出现抗体，共栋大楼住户赶紧撤离进行隔离的检疫，这也是半个月以来第3站感染变种病毒的案例。政府有冇考慮下，其實每日可唔可以設個上限，係有幾多個旅客可以入到嚟香港？因為越多輸入個案入咗入嚟咧，對我哋嗰個防疫其實越大嘅危機嘅。理大團隊進行經由基因定數嘅分析，發現香港上少有10站境外移入個案是去挖到印度嘅雙層變種嘅病毒，因為這個病毒甲南非變種嘅病毒同款，會比一般病毒更加傳播。而專家也煩惱75%嘅變種嘅病毒入境嘅患者是無症狀嘅，必須愛趕緊來追蹤。即係出現下一波疫情。變種究竟擴散幾多啦？但係嗰個我哋唔緊要，最緊要係我哋而家係盡快進行嗰個追蹤。有前2例變種嘅病毒感染者是印度的10個人，加菲律賓籍外籍使用人。雖講港府要求全港外籍使用人提高進前接受強制檢測，並且研究要求轉譯也是屬於嘅外籍使用人必須要注射疫苗，引發歧視嘅批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講，檢測是適當嘅防疫做法，注射疫苗是也未定案。並不涉及任何嘅歧視，無論係種族、語言、社會地位，都唔會係有分別嘅。最大嘅基礎咧係風險。另外，香港衛生局初3公告指出，42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也是流感疾病嘅個案，有症狀甲新冠肺炎差不多。當局要求這學校馬上停課5天，並且納入強制檢測，包含老師甲學生甲來訪嘅人客，必須在初6進行完成檢測。記者綜合報道。其他消息，咱来關心巴西5月初4發生遊擊的命案，一個18歲的少年家舉刀啊走入去台死3個細漢囡仔甲2個老師，造成5個人過身，嫌犯尾也嘛自殺，被送去病院。警方喺現場搜證，記者發現兇手的刀看起來較長。這是早起10點，在巴西南部聖卡塔琳娜州沙烏達德市的一間托兒所，一個查甫人凶一擺提刀撲人，造成5死，還有一個囡仔輕傷。嫌犯最後用刀推向家己的阿媽棍巴肚甲身體。E ao chegarem aqui na creche, acabaram se deparando com uma cena extremamente brutal, né? Onde havia já algumas crianças em óbito, uma servidora também já com sinais evidentes de óbito. 官方無講囡仔年歲，不過地方媒體報道是6個月大到2歲之間。Eu vi as meninas da limpeza, né, que conseguiram sair primeiro. E ele eu não cheguei a ver assim, né, só dele entrando na creche, mas a gente achava que ele era um pai, né? 警方表示，凶手18歲，犯案動機無清楚、無前科。聖卡塔琳娜州州長來呢宣布全州挨悼3天。巴西最近一擺重大校園攻擊案是發生在2019年3月，里聖保羅波蘭縣蘇薩諾小鎮一間公立中學，2個福建人在校園開槍，造成8人死亡，了後因就自盡。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拜登6月份打算要去歐洲訪問，傳出伊嘛暗示要甲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不過會談的內容也有時間目前也未確定。來關心社群的媒體面冊，今日打算要決定講今日來開予美國前總統川普考做，不過川普昨昏已經推出上新的社群平台，繼續透過網絡發表言論。來關心緬甸局勢無穩定，即馬內部嘛出現戰亂的狀態。上強上大嘅叛亂組織之一克欽邦獨立軍，昨昏是拍落一隻緬甸軍方嘅直升機，目前死傷不明。
镜头等下讲来关心促转会昨昏举办成果发表会。促转会是表示，过去一寡历史档案无一定是正确的，有诶搁爱甲参与者、加害者做确认。即届发表的内容内底有真侪特务人员、线民，甚至是军法官的访谈，希望展现历史真相，这嘛是一款转型正义。促转会今年2月1日拨办成果发表会，说明两种当上中正纪念堂等维权向顶结果的成果。这个月初4，搁办发表会，展现几年来成果。这摆发表会是将征集该有关来讨论压迫体制当中的运作。那我们这一场希望把军事审判体制，然后以及监控体制，那以及党国的协力，不同机关之间的协力拉高。我们有针对就是相关的军法官、情治人员跟县民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访谈。促转会表示，过去大家常常是以历史档案为主来做讨论，不过档案的正确性会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以还佫需要透过一对访问加害者、参加者这压迫体制当中的人，确认档案记录是真或者是假，嘛会使来看清楚这个人伫压迫体制当中扮演什么款的角色。促转会表示，亲像大法官设置第68号讲，要参加叛乱组织的人，伫自首或者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脱离组织进程，应该算是继续参加。这个解说都是一个真好的案例。他可能很小，12岁、14岁的时候，外省人嘛，在中国大陆可能参加了什么共产党、什么儿童团之类的组织，然后等他到了台湾之后，他没有自首。就被检举、被抓。那我们问了这些军法官说，他那时候还小啊，而且惩治叛乱条例都还没有实行，但他们的回法其实很像那种公式套用，就是有4至6罚嘛，对，没有办法。几乎所有的不管什么层级的指挥者、审判者，这个第一线的执法者、情治机关的人员、办案人员，都会说自己依法行政。促转会表示，转型正义推动分阶段来做，每一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困难度拢无同，为是牵涉政治，也牵涉社会配合度。促转会表示，过去一直拢透过各种活动来甲社会对话，未来这嘛是转型正义要做的重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伫顶礼拜六，海巡警员伫金门的乌山头海沙堡发现一只死去的水流猪，即马经过检验，确定是为着非洲猪这的死猪啊。金门县的防疫所经过检验，确定这是一只为着非洲猪这的死猪啊，当场烧掉，随做消毒。4颗梨啊，方圆3公里内嘛有一间饲猪场，即马是赶紧去替这猪啊做健康检查，初步拢正常。为了确保安全，依法即马金门的猪肉品暂时袂使销来台湾，要等1礼拜过无疫情发生，才会当解除管制。根据统计，伫这2天，金门计共验出13例有为着非洲猪这的水流猪。来关心台铁昨昏一天就发生2桩事故。昨早伫台中的成功站，有一台火车母煎害铁路设备卡掉咧。另外，佫有一台电车对家人落南伫上山站，因为档仔出问题，请白烟。台铁伫这1个月内已经发生5件意外，问题了了，所以运安会即马讲，无排除要罚台铁250万。货物列车卡伫个铁轨道无法度行，详细看柴油机车车头坐2点已经是现况情形，司机员唔敢行，就惊发生败北。铁轨道另外一边就是回收纸类工厂，不过真侪货车无法度通过并高度，一等就是几啊点钟。没有办法正常的交值啊，因为它这个有时候它在换铁轨还是什么，变成说我们有时候来去卡到这个时间，到现在这样应该卡了1小时半了吧。工程人员也伫现场确认机车头甲分度器的受损情形。代志发生伫初4早起9点半，7自治处货物列车伫台中成功站做吊车作业，好亲像是无制止，将东正线19号电锁分度器客下去。它的轮子都还在轨道上并没有就一个悬空而已并不是出轨，操作上的问题了并不是设备上，应该是操作上的问题。
代替无承认败北，强调只是客害分度器列车无坚固，或者是人员伤亡。同一天，一个家人往北河的1167次区间车，特别11点半的时阵，伫上山站也发生请烟的情形。两件代志的原因拢爱去调查，不过运安会表示要处罚。经过会12，民众特别为民，一个自强号底盘出现火花，到中立站的时阵，佫不出乌烟。运安会认为代替无伫规定的2点钟来通报，会伫下礼拜开会，将去年延迟通报重大事故记录也斗阵提报，建议对代替处分，相当应当罚250万。算算的最近1个月，代替都发生至少5件东亚甲车的问题，其中17共一帮车佫发生过2摆。代替表示，所有列车拢会做东亚系统特别检修，全面彻底检查甲体检，找出问题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为着要提高生育率，云林县政府即马拍算要提高生囝的补助，生头一胎补助1万块，若生第2胎补助2万块，若生10胎就10万块。另外，针对未生不孕症，对去年开始做人工有薪，上悬会当补助2万块，这拢是为着要鼓励生囝。云林县老大人人口多，65岁以上的聚会人占云林县总人口数19.1%，老化的指数是全台湾排第2的。为了鼓励生育，县内用过的生育津贴，头前我是补助1万块，第2胎了后拢是15000块。即马云林县政府加价提高生育津贴，生几胎就会补助几万块，要来鼓励民众生育。那第2胎呢，我们就是从15000了哈，那以后都是15000。那现在呢，我是15000已经变成2万了哈。那第3胎本来15000，现在变成3万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鼓励生育了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大概到第3胎的意愿只有12%而已。云林县政府表示，根据资料统计，目前云林县生1胎有48%，生2胎差不多35%，生3胎敢若有12%。另外，县府甲台大病医云林分院合作，补助户口伫云林未生翁仔某做人工生殖，上悬会当补助2万块。我们涉及在云林的夫妻有2万块的补助啊，所以等于是对他们的负担就减轻了非常的多。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去年1整年呢，有47位的夫妻呢，得到了县政府的补助，而且他们的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也超过70%以上。诱因很弱，很弱，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会非常的蓬勃的情况压力之下是没有办法负荷的。云林民众表示，生育津贴的钱要摕来养囡仔，实在是无得无失。针对这点，云林县政府表示，县内最近这5年，逐年差不多减少要3000人，人口数呈现负成长。虽然即马提悬津贴的补助，无法度随改善低生育率，不过会要求各局处持续规划检讨相关的政策，提供优质囡仔较好的环境，嘛提悬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在南将军的迄个所在，土马是真适合种芦笋，也毋过这几冬雨水是愈落愈少。今年佫拄着大考旱，农改场在推广滴灌栽培的技术，甲每一滴水拢压伫种芦笋上界需要的所在，安尼当省水省5成以上，而且种出来芦笋的产量颠倒增加。涂骹这款乌乌的水管，毋是厝里一般咧用的护水管，是台南将军农改场这几年一直咧推广的滴灌技术。这款技术毋但当为今年的考旱省刮水，佫会当省真侪人工。我们是把它引进农改场的一些滴灌系统，它的好处是，第一，你可以供水平均，那肥料也可以跟着管线跑，每一个孔径它1小时可以滴1公升的水量，保持它土壤的湿度，那土壤也不会硬化。将军的土质盐分高，适合种芦笋，是芦笋的大产地。过去传统是用引水引沟的方式来灌溉，为着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辅导农民用滴灌技术。一空1点钟会当滴1公升的水，各地拢滴伫咧芦笋需要的所在，而且农民实际做落去发现，芦笋的产量颠倒更较悬。产量来讲，我们觉得滴灌系统会比较好，它产量会比较高，差个应该有2至3成。因为芦笋是一款真优秀的作物，因过爱靠真侪人工来照顾。这套滴灌栽培系统，毋但省5成以上的水，佮改善传统的灌溉方式，会造成杂草发甲规世界进行，而且嘛佮较方便采收，提升芦笋的产量甲品质。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咱台湾民间的信仰，上界使人感动的，就是无论是啥物款行业，拢是摕上好的物件来敬神。伫屏东九如，就有种淮山甲种金龟的农民，摕因大丰收的农作物去拜上帝公，感谢上帝公的保庇。挖山食山，挖海食海。这句话展现台湾民间的生活特性。那生活会因为环境变化，宗教信仰也会受到牵连。伫屏东九如有一位农民种出一粒真大粒的淮山，也决定要摕去献给上帝公。因为旧年我咧看伊是无接管嘛，咱是讲伊咧大安嘛是袂慢啊，想讲无搁加留一年啊，今年这好种啊，也无变动啊，得好好安尼。要献给上帝公的礼物，那淮山还佫有大粒金龟，这粒金龟就60斤遐重，真侪民众看了感觉真特别。没看过那个山药跟那个南瓜这么大的，真的太开心了。那个农民真的太会种了，我食到这年那几年啊，这大汉啊，没看过遐尼那大的山药。缺少雨水，那我们一样没有烂掉，长得那么大，大概超过80台斤。那这样的话来供奉给我们玄天上帝圣诞快乐那我们今天选择特别提前来报喜啦让各位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玄天上帝的一个喜气。台湾民间的活力是单纯又可爱，无论是桥、鸡仔年、四季果，也是淮山、金龟，靠天食饭的农民用虔诚的心，甲上好的修行敬奉心目中上界尊敬的神明。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的主管有民间的慈善会，甲在地民众做伙成立一区专门予时代来种植的快乐农场，鼓励老大人种有机的菜色兼运动，会当愈活愈健康。这苓菜，葱啊蒜，边仔遐香菜。陈好庆阿公甲阮小解伊的菜园，一区菜园是伊甲因某做伙咧种，收成袂歹。另外一片嘛种了真侪作物，是这位康生一个人亲手整理。这番薯啊，桥啊，拢家己种的。是啊。 72岁康生因为捌中风，关伫厝内真久，后来因为因某领养这块地，伊的生活完全无同。但是无啥爱来，多数伊无甲招伊家己来，佮一工来家挽草，家己种植有诶无？即摆来，佮一工来多数来一工来2摆，伊是来遮种植，甲大家互动互伊的病情，中风的病情煞怎好起来？这番薯啊，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足好食咧。 主管这区农园是在地善心林书馆的600多平的地，协助慈善会规划，专门予退休长辈会当来种植。真侪人原地咧讨海，毋捌做事，来遮才学安怎种植。我加足欢喜的，我甲袂伫厝呢，碰伊坐甲落落。伫厝呢看电视伫坐，毋是哈伊就拄久，系啊。来遮做甲足欢喜的，精神阁足好的。考虑讲。 长辈伊的体力是不是会堪一啊？所以我家规划到6平，包括伊的水每一格内底面一个长辈就是用一个号码嘛拢有一支水抽啊。包括护士我拢家己穿甲做好势。这是高雄第一个民间经营专门予长辈活动的农园，目前已经有50人领养，阁有人真有心，伫每一个菜园写一句台湾俗语。 阿公阿嬷来遮种有机菜色，种植兼做运动，嘛食得健康。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嘉义县伫昨昏是举办各种基业教育成果的发表会，一寡山区偏乡的学校，虽讲教育资源偏平地学校加较少淡薄啊，不过伊嘛是结合在地资源，提供学生囡仔学习的机会。控制机器人写出物件来报考啊！ 阁有运用 VR 科技的体验设备。今仔日嘉义县各种基业教育成果发表会，各间学校拢展现努力的成果。教育处表示，嘉义科学园区的计划已经开始规划，人才栽培嘛就要提早准备。看到不同学校的人来，我都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介绍我们自己的木工啊，或餐饮，我都就是感觉很荣幸
记忆教育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这个高职端来做一个携手合作。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在地产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在国中、高中这个阶段来做一个培育。嘉义县第109学年度总共开设180班的技艺课程，每年拢有大约6成到7成国三学生来上技艺教育课程。也毋过一寡山区偏远的学校，因为学生人数无够，教育资源嘛相对较少，学校就要利用社区资源，增加囡仔的学习机会。像现在学生越来越少，我们很难就是真的依照学生真的很想要像是电机、电子啊，或者是那种其他数位相关的东西，就会比较困难。我们就会把它融到其他课程，就比较没有办法用记忆教育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在开设职群的时候，也希望尽量可以符合学生的一些才能啊，然后他们比较偏向的方向，然后我们尽量的去找寻他的师资，然后也希望可以尽量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少间学产生的问题影响到真侪学校，教育处表示，为了要照顾偏远学校学生的教育品质，嘛尽量来协助，尽量配合社区的资源甲学校结合，让学生有更较侪合适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闻消息，咱来关心受疫情影响，新德县有一间庇护工厂，对去年开始收入着63成。这阵啊，因是希望用当钓时的鱼仔来生一寡咸酸甜，增加收入。甲腌了3档鱼仔红啊拍开，店面就闻着香味。新德县关西这间庇护工厂受到疫情冲击，人客愈来愈少。餐厅去年到今嘛收入对每个月40几万，落到30万，比过去落尾3成。对我们影响蛮大的，因为我们除了餐厅以外，还有做烘焙的部分。那我们烘焙其实需要的就是到外面去义卖，可是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能去，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场合，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收入。为着要增加收入，员工利用4、5月是当钓时的紫苏梅啊，佮邀请家属做伙参加 DIY 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使支持，互因渡过难关。大家互相帮忙，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啊。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别人在照顾啊。我们县府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会至少在我们府内会先加强推广，说这边的产品到底有多特别、有多特殊。虽然讲疫情最近变较严，不过员工表示，若是社会各界愿意斗3工，一定会使渡过这个难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即马高中考大学的考试有分做学测甲指定考试，因过教育部进前是按算讲，对111学年开始，大学的指定考试要改做分科测验，时间嘛要对7月初改到7月底。不过这个消息一出来，是虽引起讨论，嘛引起批评。有人认为讲，安尼大学会袂好安排新生入学，另外学生囡仔嘛有做兵甲税厝的问题，要求教育部爱想好斟酌。英国高中考大学指定考试的科目，7月初考了，8月初就放榜。不过教育部建议要将110年的大学指考变作分科测验，而且延到7月底来举办，8月底再来放榜，引起一寡师生甲家长的反弹，认为有的大学9月初就开学，上接的时间实在太过紧。正常来说，其实同学入学之后呢，会收到学校。就是例如说你要不要抽宿舍，或是例如说有一些入学通知。那8月25放榜到9月1号入学，其实只有短短的5天。那其实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其实很瞎的一个状况。李家豪嘛讲，有的高中3年的学生会先利用休赖先去做兵，考试时间延后嘛可能影响因的权益。更加有家长认为，有钱的家庭就会想济把囡仔送去补习，恐惊会扩大城乡的差距，嘛有教授点出几6项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7月中以后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风季。
那如果在7月底考试的话呢，那非常容易遇到这个台风季。那我不晓得教育部有办法承担这个，尤其是离岛的这个部分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个配套的这个措施张耀文表示，要和高三的学生学习完整，应该对课纲等等来调整，唔是头听伊脚，脚听伊头。面对这些外来意见，教育部是回应，目前还未来定案，会请招联会参大学、高中来沟通。招联会嘛，等你召开教务长工作小组的会议，等有共识，才会搁做决议。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有一间销路真好游戏 APP 的开发商认为，做手机的苹果公司因抽30%，还因无利润，安尼无合理。去年全要告去法院。拜一的是头一摆开庭，总讲苹果公司真正败诉，可能会出现连锁的反应。这场苹果公司甲热门游戏要塞影响开发商 Epic Games 的大斗法，礼拜一伫加州奥克兰法庭开审，双方拢准备真实资料，用塞车该塞入去法庭。这诉讼的导火线是 Epic Games 伫去年8月伫 App Store 当中提出新版要塞影响。内含直接付款功能，算个人就已设过 App Store 的付费管道，规避苹果对游戏内底要抽成30%的规定，结果引起苹果不满，将这游戏落架。Epic Games 真生气，提起诉讼控告苹果垄断。双方伫第一摆开庭当中互相攻防。苹果律师表示，苹果的 App Store 是受消费者甲开发商介入无价设计 ，App 无设法创新，却利用 App Store 的好处得到利润，何况其他游戏平台也共款收30%。AP 方面是提出苹果公司的内部文件，指控 App Store 已经加做苹果非法利用金融手段，阻止竞争的工具。估算今年前3个月，苹果透过 App Store 就得到将近170亿美金的收入。AP 游戏买费用相对合理，只有12%。这场官司到底什么人靠赢的可能，目前也阁真歹讲。I think Epic has a good argument that Apple's policies are exclusionary and that they're anti-competitive. And so, based only on what I've seen so far, I think Epic has a good case. 不过也无共款的分析，主张苹果最后会赢。那苹果败诉恐惊会改变游戏规则，伫未来产生连锁效应。不止有其他 App 厂商对咧做其他社群平台，恐惊也面临共款的质疑。苹果、互人国垄断，也阁有瑞典串流音乐服务商 Spotify 也向欧盟提告。欧盟顶礼拜已经正式指控苹果透过家己应用程式商店，无公平排斥这个对手企业，官司依然咧进行当中。公司新闻将回面评议。总共捌去过南非参加生态旅游，内底有一个热门的行程，就是捌去望过狮仔颈。不过，这款活动即马强要防禁止啊，因为南非的政府已经宣布讲，要全面禁止经济几纳10档饲狮行业。南非政府初期伫首都约翰尼斯堡宣布，会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建议，禁止前期数十年的狮仔养殖业，来维护南非的国际形象，摆脱血狮仔经济的国际臭名。But we don't want captive breeding, captive hunting, captive petting, captive use of lions and their derivative. 南非政府2019年指派专家针对狮仔养殖业做调查，经过2年研究，这份600页的报告做出16项建议，指出饲狮仔明显威胁南非狮仔保育的永久性。目前南非有数百养殖场，有8000多只的狮仔甲其他大型鸟科动物。狮仔囝一出世就甲伊的妈妈分开，让妈妈用继续生囝。狮仔囝就用人工来饲，顺互个管是真对。伫细只阶段，就被放伫个生态景点，互游客来绑架、斗阵翕相。搁较大一事啊，就互游客感受甲狮仔共性的体验。这狮仔愈来愈大只，变甲无法度确保甲游客安全互动的时阵，就会被送转去养殖业，或者是卖互其他单位。另外，就是被载去拍腊场，当作是拍腊的战利品。The trophy hunting in South Africa is quite big relative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Quit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hunters, quit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wildlife economy.
虽然国际动保团体对南非政府决定表示肯定，不过什么时阵才能全面禁止饲狮仔呢？不知报告的专家团队无法度共识，就连南非政府也无确实的时间表。不过，也保育专家指出，确实无适当的替代方案，平常就停止拍打，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甲当地社群。根据2018年南非西北大学研究，南非拍打产业每年营收有将近100亿新台币。伫政府无法度定出明确的市场机制进前，火狮仔经济产业链恐惊无法度阻止。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是立夏，也过受黄升雨方面通过影响，各地头拢有地渐准雨，也是雷公雨。其中，伫马祖东北部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湘北市甲基隆这3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也过这波方面走真紧，伫下暗就离开，所以明仔载天气又会变稳定，高温有30度以上。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7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掌声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